嚟，各位街坊望過嚟啊！今日帶你哋睇嘅呢一個屋苑，有冇見到啊？已經係現樓入住晒人噶啦，而且小區樓下有埋籃球場、泳池以及呢啲健身設備。屋苑500米就有個大型嘅商場，而且小區樓下仲有埋業主樓巴返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，返人工島都係15分鐘咋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上去望一望。就係呢套1300尺嘅4房單位啦，門口嘅入戶花園呢個位置，以及呢一間房嘅面積都係送俾你嘅。咁你客廳同餐廳呢邊望一望，咁呢個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，做咗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。咁呢邊餐廳可以擺個6人嘅餐位，餐廳嘅呢個位置到客廳嘅呢邊位置，哇，成10米咁長，你喺度跑步啊，都完全足夠空間啦。同埋你瞓咗喺度。梳化呢度睇電視，簡直一流啦！哇！咁我哋睇翻個休息區。咁休息區嘅話咧，呢邊第一間房個飄窗位全就送嘅，對面就有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隔籬第二間房呢個位置啊，飄窗位都係全就送嘅。再睇翻個主人房，哇！主人房都足夠大啊！呢個飄窗位都係送翻俾你嘅，同埋主人房呢邊仲帶埋個乾濕分離嘅套廁。咁呢個屋苑15分鐘可以翻到人工島啦。呢個豪華4房，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攞資料。